大家好，我會心大師翻到嚟20雙倍 up 啦，大家都喺度刷多期啦。咁究竟邊個陣容咧比較舒服？一樣啦，所有遊戲都係速度為王嘅，所以刷多啲速度裝備啦。多期呢度之前喺國際服咧，我就用夜嚟去刷多期，但係翻車率實在太高啦，只有50%嘅勝率。今日我哋試用逆靈做主師，冇錯，就係我哋嘅驅散角色逆靈。睇睇佢啲裝備啦，本身最多都係副師，而家係主師呢。之後呢隻多期咧就有90%嘅減傷效果嘅，要有控制效果咧先至可以暫時移除佢嘅。記住帶你隻含夢一燒3回合嘅冷卻嘅睡眠控制效果啊，仲有攻擊下降啊！記住帶到啲效果命中裝備俾佢啦，如果唔係真係打唔中噶。我就堆到162啦，建議就150以上，技能就515啦，1技3技都點滿嘅要。先盡量解決左右兩隻護衛啦，中間嗰兩隻坦克咧就最後解決。基本上第一波自動通關咧係完全冇問題嘅，係去到第二波啦，先至係有機會翻車嘅地方嚟嘅。第二波咧盡量都係瞄住中間嗰隻啦，嗰隻大 boss，不過冇所謂啦，逆靈都係一個群攻嚟嘅。主要嚟講咧係含夢一燒冇大技嘅時候要單體攻擊打到中間嗰隻，之後就輕鬆啲啦，全自動通關啦。隊伍啦都係逆靈、含夢一燒、莉莉、水生靈加個行動進度同埋烈草就防止俾人一下爆死。我就覺得咧呢個陣容就穩陣過用夜嚟嘅，始終咧逆靈係可以普攻嘅時候都係一個群體攻擊啦，翻車率咧係少啲嘅，有80%左右啦。我覺得見到有時佢會打死咗側邊嗰啲小怪先咯，始終群體攻擊有佢嘅好處喺呢度啦，非常之舒服啦，打剩2隻啦而家。水生靈又繼續加個行動進度啦，雖然翻車率咧係低咗嘅，但係完成時間係長咗，我打咗成5分鐘嘅呢一場，好似各有各好啦，始終係雙倍 up 啦，我都希望可以打到多啲靚嘅裝備出嚟，但係都係唔好唔記得啦，刷多啲經驗書同埋一啲潛能材料啊。醫學咧呢2日都係唔好掂佢啦，記住，希望可以輕鬆幫你自動過到煉獄多期關卡啦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我 channel 啦，亦都記得打開你嘅小鈴鐺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通知你。之後後面自動刷咗4場俾大家睇下個平均時長先，下次見，拜拜。